台南市区11号落大雨，地势小东路地下道积水大约20公分，市府相关人员马上到场处理，让积水豆豆排出。今仔日也出动大型抽水机来防止淹水。这礼拜因为方面接近，对流分系发电较旺，容易有好大雨的发生。11号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前往南区溪抽水站，了解防汛的紧急工作。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今天一下子下大雨，短延时一下子下很多的雨，那我特别来到喜树抽水站来看一下，这边的内水位已经到0.59了，哦，那今天的涨潮位是0.47，外水位是0.47，所以一下子就增加了，哦，到0.59，所以这水上涨得非常快，到0.6的时候，这机器就要开始热机，准备要抽水了。所以知道说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对我们的这个抽水还有防汛系统是一个考验。我们也希望说这雨赶快停，哦，不要一次下太多，慢慢下。那一方面又要抗旱，一方面又要防汛，这就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比较严峻的地方。也希望说这个水抽水站发挥作用，民众就不会淹水。市长黄伟綽指出，台南市较高淹水的区域占全国的1/3，因此台南市府团队一直以来就积极准备防汛治水，包括着新建抽水站、汰换抽水机组等等。同时也特别要求水利局、环保局、区公所完成区域排水、水沟清理等工作，预防灾情的发生。也请民众出外时阵爱扎着雨伞、雨帽，注意自身的安全。台南新闻杨顺怀综合报道。